最近这几档集团做伙买物件，已经是一种新的生意了。做的人真多，买的人嘛非常多哦。咱来看台中有民众伫4月中，伊伫民车社团买30份的红烧腿裤，食起来酸酸，真足一看。制作日期是民国102年生产的，已经过期10档了，实在是真离谱。台中市食安处会展开稽查，卖过期的食品上济是当罚2亿。 一大袋红烧的腿裤放伫咧鼎内，煮起来看起来真好食。但是这袋腿裤疑似已经过期10年。台中一位红姓的民众，日前甲朋友伫咧网络顶悬买30份的红烧腿裤，煮起来食所发现味酸酸，斟酌看外包装的标示，制作日期年份竟然写着民国102年，买着10年前的肉，惊到唔敢继续食。 红烧腿裤外包装标示重量800克，贩售350块。网购业者网页顶悬还佫有卖其他的食品。台中市安处强调，若是查证事实，卖过期的食品，会使以食安法开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食品不管是贩卖、储存、制造有逾期的状况的话，那按照食安法的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意思是表示，过期10年的肉类，可能因为歹去，内底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是大肠杆菌，轻者胃肠发炎，重者有可能引起了败血症。误吃的这些食物最常见的会是一些急性的胃炎或者是肠胃道发炎。那如果腐败的食物是因为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或者是大肠杆菌感染的话，就有可能会并发更严重的胃炎，最严重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败血症，而需要住院治疗。要出货，所以他就是贴标签，就他打得比较快了，所以他才会漏打了，就是打错了日期。厂商解说的是标示拍唔到日期，并无过期。台中市处是已经前往稽查，后续会来加强抽检网购的食品，保障民众食品安全。记者台中报道。